中市的大智国小，伫今年的篮球联赛，阁摕下着3冠王，嘛来摕到全国赛的门票。这学校讲，选手唔但爱努力家训练，嘛爱兼顾因的品德甲课业，将做智勇双全的篮球小将。 大智国小学生伫全台中市国小篮球联赛当中得到3冠王的好成绩，嘛破下校的最佳纪录。那从小学毕业以后，在全国的国中、高中的比赛呢，都有很好的成绩。比如说，在103年曾经拿过全国冠军的陈将双，现在也是我们全国 HBL 的主力战将。 大智国小今年除了男女拿甲组双料冠军，5年级的女生组嘛得到冠军，好师生拢真兴奋。团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默契就慢慢提升起来，然后大家的就是动作那些也越来越扎实。每个人都非常就是有默契，每个人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。 校方讲，篮球是学校发展的特色之一，透过专业教练的指导，才会当有这么好的表现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